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肥貓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 10月19日星期日，有識之士肥貓生日快樂。10月19日發生嘅事係新藝潮10周年 Art Next Fair 2025藝術盛典喺 PMQ 原創坊舉行。活動嘅4大亮點包括可以同超過120位嚟自英國、澳大利亞、日本同埋中國等地嘅國際藝術家面對面交流，然後有7大主題展覽，包括呢個大師展、新媒體版畫、水墨、陶瓷、岩彩，仲有混合媒體等等。另外因為係10周年，所以都特別獻禮展示咗中國大師，例如黃明明、施大偉、鄭君里等等嘅珍貴作品。仲有名師藝術講座同埋希拉老師策劃嘅禪藝空間體驗，由10位專業嘅心靈導師帶領深度對話。唔知你以前有冇聽過呢個藝術展呢？ Lobby 嘅話係冇特別聽過不過整咗10年應該都係一個有好多人去嘅展。今年想對肥貓講嘅嘢係 Lobby 又喺 Twitter 睇到今年嘅肥貓子生日賀圖，仲要睇有2張有2張唔同。然後 Lobby 有留意到呢個肥貓出嘅 post 入面話今年買得特別多黐卡哇咁樣然後又話好在有地方放之類。Lobby 好明呢種有鍾意嘅嘢之後會想係咁收係咁買嘅 feel， 不過收納的確係一樣好麻煩嘅嘢有時叫咩？有時買咗返嚟呢，又唔捨得一直放喺床下底之類，完全唔 show 出嚟睇，但係要全部放晒出嚟睇，放晒出嚟展示又的確係有啲難度又要可能要整理下啲現有嘅嘢，或者又要點樣搞啲櫃返嚟。係，所以如果有得放晒出嚟日日開心睇嘅話，咁樣就太好了。另外雖然過去1年感覺上少咗見到病貓，但係有發現你總係會參展啊，或者係整一啲新嘅免費故事派俾大家。Lobby 覺得呢一方面呢一點好佩服，因為始終整嘢派俾大家其實都係一個又嘥時間又嘥成本嘅嘢，係咯，所以肥貓就 keep 住做呢一點。Lobby 真係覺得好強大，然後都有見到你話今年 RG 會夾炭期待睇下今年 RG 有啲乜嘢想做嘅嘢。Lobby 都會係叫咩？Lobby 今年都會久違地參加 RG， 雖然又係夾炭，唔知我哋係咪一個炭係啦，大家都一齊為咗 RG 努力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